妹妈，美国嘞，明天那把记者了。发表嘛呢？哈，美国记者嘞，在联关嘞对了，那联关嘞对了呗，某所吧嘞对了呗，这后来嘞对了呗。假如把文件表在便宜比，不然面那边咋搞呢？那边嘞，国人民国啥边的呀？呗，表不是不？都话路标嘞，在联关那边在，某所嘛那边在，都山上西路都在啦。小家刚忙嘛在吵呢，都山上那都，新郎都老山上西路了。好，我把别的，发表嘛嘞，现在这的银行家不能你是不是？可能你是的。妈妈那个嘞。啊，他车呢撇喇叭嘞。现老公呢，别喇叭里面阿姐姐。啊，我把弄你。Hello 嘛嘞，等你公家了这样的嘞，伢家了也没做跟说，等哪一嘛，哎，还老老银行也都开始嘛嘞。啊，表呢，美国这样表呢，喏，我不过来不来呢？哎，美国嘞，碰你把你晒哦，变苗的当然是呢。啥 baby， 变了没得的呢？他说了比呀，没么表呢，美国我不是那表嘛，记下来。哈哈。妈嘞！啊，别说那是我别，他用表在起的嘞。对呀，没呢，到了干嘛表？没都不在对的。俺他妈呢，俺表不来的。对呀，俺他妈下地了，一地大，俺来没有下么对呢。只能把你毛下天又加油。没把你表你来，没对对的。妈嘞！可以，没表呢，他老六来表。妈嘞，爸嘞，都没对呢。没到不在我背的，没呀，把到一下为啥那龙包耶？大龙也不打，大家没不在我背的，马上就表了哑巴，哑巴行了。妈嘞，啊，我回来了。可以，我那爸妈老，妈哩这边来来不来没？我哑了，我你妈嘞呀嘞。可以，好的嘛，哎，这上呢。不哩，让我欺负高呢哈。闹闹，没来识数嘛？俺这个拉进来没拉进来，没当了没糊。没喏，没，俺他妈年哪些年都没中哪呢？好人家说吧，衙门里边的，嗨，那个不咱对不对？来比多比，怎么他在那不来来的？高妈咪啊，高妈咪，哎，同学，干嘛那个同学嘛？哎呀，同学别乱，讲个嘞，哎呀，讲个嘞，把别的太忙后面，把别的，哎，讲的谁新的话？别的六把别啊，把那个。没要花别个了。哦，都 A 边了啦，当然是那边，做那么地。那边都没有管。这个俺家嘛喝多了。还表呢？A 边不包。哦 no。这个那个都是晓得些。哎，讲俺咱们了，俺家嘛喝不样了，咋不表？哎呀，讲个呢，再加露呀，你。那这个露没有了，没有单位有不样没有？有没有嘞？对这3万样嘛。啊，这3件都是来做的，做那么地。那个也没有了。没啦，我当然是没了。咋说的必要啊？哎，讲俺家嘛喝多了，哎，讲你嘛我喝多没咋呗？好了没有的呗？好了没有嘛喽？就你妈知道没嘛别的没得？没问题的，把这俺再不会走，就你妈了俺要喝多没咋呗？哎呀，没呀都没有呀。我阿妈是不是个背他呢？好的。我刚才叫他买呢，怎么个给啥？怎么跑怎么行呢？咋呗？对对啊，对对呗，啥西啊，啥嘛呗？哪公个呢？多没？我哪嘛谁在大这个跟买地？咋呗？哎，我把那个。